前来敬拜伊。咱用两首的今日要吟的两首的诗歌来诚做咱的祈祷，咱的备班咱来先吟圣诗第205首。咱来吟第1、第2、第4甲第5章。来，请。归时地下最低脚头，最后因真正有好，上帝。 感谢主，咱来线条来吟第485首，主赞我互相接纳。这首咱来吟第1、第2甲第3章。
各位兄姐平安，请大家闭眼心，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，请奏乐。上主设宝座伫大水顶面，上主做王到永远。上主赐快乐予伊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予伊的子民。这是咱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205首，过诗得写做得亚康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坐。咱三家来祈祷，听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伫即礼拜中的陪伴，感谢你逐日逐时的看顾，求主你引带阮，将你的教示用伫阮的生活中，互阮的生命充满你的旨意。阮为着即礼拜中你所赏赐的献上阮的感谢，阮也为伫即礼拜中有失落、有忧伤的人来祈祷。主啊，你是公义、信实、怜悯、慈爱的上帝，你会看顾遐有需要的。主啊，阮知，阮若我靠你，心靠你，搁交托互你，你所赐的平安就会充满阮的心。今仔日的敬拜要开始，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伫地，求主你来到阮的中间。愿阮的聚会是合你心意，搁得到你祝福的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外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免。客英文，我来客兄弟来，创造天的上主安尼讲。伊做地，互地有形体。伊做的毋是混沌。伊安尼讲：我是上主，以外无别个。我无伫阮目，也是黑暗中甲恁讲。我上主所讲的是真实。一是以来强守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加拉太书5章20节，以弗所书6章15节，甲哥罗西书3章15节。加拉太书5章20节，毋过信心所加的果子是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忍耐、仁慈、良善、忠实。以弗所书6章15节。用准备好势的和平的福音做话称。哥罗西书3章15节，着互基督所赐的和平支配恁的心，为着要互恁有即个和平，恁就紧调成做一体，恁搁着时常感谢。以上上帝的话，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。这是请圣歌队来赞美，因所要吟的诗是充满我。
是要请本堂黄牧师来讲道，要讲的题目是圣性的果子和平。弟兄姊妹平安。咱继续要来讲起圣性的果子，今日要讲到和平。和平也就是平安。和平运用伫团体中间，这是一种的关系性。所以咱讲彼此和睦，彼此和平。运用伫咱个人，一般咱的体会内面，较是用伫个人，咱的平安。所以每一遍咱见面的时阵，咱拢会讲平安。咱要相视的时阵，会讲平安。咱若替人祈祷的时阵，拢期望祈祷讲上帝平安，甲咱三甲同在。所以，当你咧讲平安的时阵，到底有是种的概念？还是你听到别人对你讲平安的时阵，你会怎样心内底做一个回应？你可能讲平安，但是心内底你的平安可能因为这个情景无共款。即马艰苦。经济上的问题，所以希望当你讲平安的时阵，伊就想到经济上的问题。普遍讲平安的时阵，怎么厝内底都有人身躯都无平安，所以迄个时阵，你讲的平安，甲伊讲的想的平安，可能无相共款。所以平安的概念，会因为一个人伊的处境无共款，因为伊的处境。所以，伊对迄个平安，可能有伊定义，甲其他无啥共款。所以这个平安，拢会对着这个人伊当时的状况做一个期待甲改变。这个时阵，我所需要就是希望身躯当平安。这个所在所需要的，就是社会开当平安的，莫有真多震动中间的纷争。所以，伫这中间讲咱平安的时阵，咱必须要去了解平安到底是啥物种意思。平安伫咱生活中间伊的运用，伫个人的时阵，咱就讲到这个人伊心灵的平安。咱咧讲到这个人无啥物艰苦病痛，但是心情可能非常沉重，所以伊心情可能有真大压力，真是这个操烦。这甲身躯有病痛无啥关系，所以讲到平安的时阵，咱是讲到这个人伊的心灵整个的人是一种的整合和谐一个状况。身躯健康，伊的心灵嘛非常的健壮，无烦恼无忧愁，也是平安。不伫无这方面讲到无欠缺，这是个人方面。所以呢，可能无啥物病痛，但是真烦恼安尼食袂饱，穿袂少安尼。真就烦恼贷款无，我都负担无。这会所寄来这个账单，毋知我倒来付无？烦恼价钱用的物件，有可能嘛烦恼生理上是毋是会当真顺利行通？所办理的代志会当真畅顺啊无？伊虽然感觉讲，逐项拢无啥问题，但是都烦恼。我毋知，我都将我这个人所有的潜能做一个真好发挥，然后会当完成上帝予我人生目标无？特别伫到咱人生落尾的时阵，就真烦恼。我这一生中间无无渺渺，就安尼过，安尼食，安尼穿，拢无烦恼。但是这一生行到尾毋知他们后悔无？我咧感觉种遗憾的代志。甚至一寡人到落尾愈无平安，我怎么结束我人生的路程了？我毋知我都安然去见上帝无？那面对上帝时，毋知有法度去好好面对伊的时阵。所以你发现，伫迄个时阵，你可能心内无真大平安，因为面对你将来永生的代志。所以，正如保罗讲的，无遗憾，因为我已经尽我跑走路程，受应该受的道，然后精进好精进。然后，我会当坦然并见上帝，来得到伊所为着我保留的冠冕。无遗憾啊！所以无啥物遗憾，无啥物烦恼，对未来也无啥物惊吓，这真正平安。所以是用在个人方面，平安嘛运用伫社会关系方面，人甲人中间的和谐，职场中间、亲人中间，甚至有和谐。这个和谐
扩大到社会内面，社会承受真侪这争端、攻击，有真侪无公义的代志，充满侪事伫咱社会中间。平安嘛是扩大到伫到国家中间，甚至有军事的战争。这也是咱现在所了解社会中间，咱毋是讲追求个人内在平安而已。因为拍开这所有这媒体，拍开你的电脑的时阵，大家都看到习近平，有感觉看到真烦哦，逐工都习近平，就不要看可以吗？吼，拍开时阵莫看大陆的代志，莫看啥物战争的这个代志，互你感觉非常非常超凡。无平安，虽然也无临到咱，现在咱享受着平安，但是呢，这社会整个发展，世界中个发展，经济这个代志，咱咧烦恼。是毋是硬走路、软走路，经济啥物变化，影响到我家己的工作职业？即阵咱若拍开中国大陆这个消息，就感觉讲经济下行，一夜缓平，一不小心，这几样策国决定，一夜之间缓平啊，这是上少发生的代志。所以，米家书迄个所在讲，国际中间、国甲国中间，无阁有战争，毋免去准备这个军事，人甲人。大家人拢会当伫家己的葡萄园，伫无花果树享受太平。这就是讲到外在整个这个环境无有这个战争惊吓，而且伊会当安然安稳伫家己的厝内底享受这个土产。以赛亚书在就嘛讲到，豺狼甲绵羊和平相同做伙。伫圣安上帝圣山，无伤害，无邪恶，因为迄时海怎样充满水，大地嘛充满对上帝的怜悯。豺狼甲绵羊，这咪讲到两种动物，这嘛讲到人无共款的人。有一寡人呢，伊本身的过去亲像豺狼共款，靠一个侵略性，无惊又讲啊豺狼啦、狮啦、虎来将我吞食，啊无一个防卫心，都我会受伤害。平安的心境，因为姊妹，这就讲到平安运用伫外在社会环境中间，平安嘛运用伫自然的环境内面，无病痛，无这流行病，无 COVID-19，啊，佫有制造真侪咱无得想象的，啊，无佫冰火两重天的一个一个天灾的变化，无这大天灾所带来真侪问题。啊，昨敲电话去台南。落大雨，安尼世界吼变叫。伊讲问讲啊，恁台北遮有落雨无？新竹有落雨无？我无啊，出门个戴迄个太阳眼镜，敢若台湾一个小小岛屿，一个所在安尼非常热，炎天；一个所在是落大雨，落大雪，落大雨。哎，姊妹，这是真大一个变化，嘛无弱强食。平安运用伫教会的关系中间，咱徛起的教会。有平安啊无？这个所在，咱咪讲到，咱有真大一个纷争。当然有真侪教会有一寡纷争。这个所在真正平安是讲到，咱会当因为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拍断一切，咱中间彼此隔膜。圣经内面讲到，主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，互人甲上帝和好，这是平安的一个上界基本的基础。伊嘛借着十字架拍破人甲人中间一切隔断的墙，彼此会当和好，来显明伊就是和平的君王。主耶稣基督将和平赐予咱，互犹太人、外邦人合做一，用家己的身躯拍破一切对立、分裂的墙，互两种人透过伊的性命，成做一个新的人，就是教会。互咱伫遮会当和睦，三同徛起，三同敬拜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伫咱中间，咱会彼此关怀，伫做工作，对倒位所在来，教育背景怎样？每一个人成就，咱拢知影。这目的毋是要做比较，毋是要做一个分别，咱是彼此关怀，互咱佫较会当同心合意，伫彼此三庭中间来敬拜咱的上帝。教会合一是见证。主就是咱的平安，拍破一切隔断的墙。这甲整个世界现在氛围完全是无共款的。所以，有时咱讲到平安的时阵，拢是讲到人内心的平安。我心内有平安，
拢是较倾向伫我内在即种安宁和谐一个状况。所以有一个菲尼尔，他伊安尼讲，伊讲平安吼，就是伫咱心灵内面的快乐啦吼。所以呢，即种心灵内在平安的快乐，会当互咱抵挡外在环境的慢变化，会当抵挡无顺利的争端、争战冲突甲外在天灾啦、战争啦经济啦吼，逐种生活压力。你内底咯平安。不过伫我内面，我家己的经验内面是其实袂使讲我家己有内心的平安就好，外在这代志咱拢免管。也无法度去讲我后来做平安吼，无论安怎变化吼，甲我拢无啥物关系，我的心灵安宁，无可能。所以呢，常常咱嘛会关心啦吼，除非你讲这世界代志甲我无关系，莫去先天下之忧而忧，整个世界困这甲我无关系，拢无关心社会，无啥关心世界代志。这嘛不真正平安。有时咱家己身躯若有病痛的时阵，当然是嘛无平安啦，马上要去病院迄个所在，你烦恼，做这检查，毋知有啥物问题无？这个检查结果还未出来，大家也烦恼就是无平安啦。厝内底的人，囡仔大细发生啥物代志，咱嘛着急烦恼啊。囡仔工作毋知有顺利无？囡仔婚姻毋知有顺利无？烦恼这真正代志，藏伫咱内面，互咱失去和谐平安。所以，咱无法度，因为讲我平安就好，其他代志拢免管，因为这是有时咱讲较自我中心的平安。真正平安是外在开真大一个，有人认为讲外在环境真大的变化的时阵，伫咱内面有超自然的平安，会当赢过外在苦难甲内在烦恼。理想上是安尼无毋对。会当较将重担吼，这平安放互上帝，但是我相信无可能，完全保持一个恒定状态，完全和谐的状态。像安尼，就微微笑，代志拢非常非常的水。这个只有伫囡仔细汉囡仔的心就会当看到，安尼拢无啥物烦恼，伫爸爸妈妈的怀抱中间安然地困。因为因免烦恼这个代志，所有代志拢是老爸老母、大人替承担掉的。所以，对平安运用伫无同款的所在，平安毋若是咱个人内在心灵安宁的状态。伫无同款的处境中间，平安是个人、社会、国家整个环境。一个完全和谐状态，这个基础建立伫咱甲上帝和谐的基础中间。兄弟姊妹，进入到咱现实的生活中间，咱是活伫一个无平安的一个世界内面。所以，当咱讲到咱信主耶稣基督有平安，然后咱敢真正有平安？或者讲，伫你内心可能有感觉到真比一般人较平安，无啥物代志就较平安。但是你伫生活规其他的层面，你敢真正伫迄个完全平安的状态，非常困难。事实上是安尼，咱生活伫世界，差不多无可能达到一种完全平安的状态。为什么？因为世界的真相就是。这个世界是制造苦难的世界，无人故意，但是因为罪，所以主耶稣基督安尼讲：，伫世上恁有苦难。这是一种事实的描写。伫世上恁有苦难，世界是苦难的源头。只要咱个活伫世界，就有苦难，因为世界无法度互咱平安。有一个毕德生牧师安尼讲，伊讲牧师的工作，等下像进入到废墟内面，应该是安尼讲，毋若是牧师是进入到废墟内面，咱整个生活你会感受咱像一个废墟共款。所以牧师的工作常常要进入到废墟的世界，处理咱会友中间的问题啦，探访失去健康的会友，安慰、挂虑不安的人。
爱处理甚至处理家庭中间的不和、破裂的婚姻，为了这场的工作，天来祈祷。咱咧进入到世界内面，有人讲咱着要拍开咱的报纸，咱着圣经甲报纸同款，放伫同款的所在。因为你来要读圣经，你来要宣扬福音，你着要关心世界，关心到偌大呢？话讲咱长老教会较关心政治，话较关心伫个人，话是较关心伫可怜的个人家庭中间。咱若看出去世界是纷纷扰扰，差不多是安尼。所以你若将平安放伫较完全的范围内面时，我发觉无一个所在是完全的平安。这是一个废墟般的世界。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是有罪的世界，有罪的世界的所在就无平安。罗马书描写全人类无平安的状况，伊讲一切受造的物，拢伫遐痛苦害惨，忍受艰苦，直到现在，整个的世界，甚至受造的物，包括大自然，拢是伫痛苦中间。这个原因，根源那是因为人离开上帝，罪进入到世界内面，死对罪来临到所有的人。人拢犯罪，有罪的所在就有罪恶发生；有罪人的所在就有罪恶发生。罪恶发生，就互咱失去平安。所以整个世界拢是伫罪权势内面，所以伫这个所在失去平安。所以咱有时咱感觉讲，希望咧战争较紧煞。这个政治人物会当讲和，然后去缔结和平的条约，但是常常缔结和平的条约，马上撕毁条约。咱希望让解决政治、战争、经济、生态环境的问题，咱会当处理社会无公义的代志。问题是，若无处理罪根源，这一切的努力拢失去伊的效果。所以今仔日咱真伫，咱希望科学愈来愈进步，愈来愈进步，来3纳米、2纳米。过去电脑是来个 AI， 完全一直进步，互咱的物质的生活会当扩大到过去所无的一个发展。但是咱现在嘛面对全面性的大崩溃时代。我听过最近一个名词叫做大崩溃时代，大项都进步，早即发展哦，但是。不是上大陆享受到真好势，但是大崩溃。你无度来想象，有一天世界要怎样来变化，所以咧常常爱看这变化怎样。你也无法度想象到底经济硬着陆、软着陆，还是你所做的行业本身有法度去抵挡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下面，失去你的工作。一个无细意做一个错误决定，互你一世返贫。毋是你的努力无够，那是整个社会。咱要处理到战争的问题，要怎样讲两边讲好，但是各自拢有家己本身的考量，伊家己的立场，伊的利益来拍算。咱姊妹，战争差不多是无可能。有是因为种族的关系，因为是宗教的关系，差不多无法度有可能建立和平。直到主耶稣基督过来，主耶稣基督过来，靠真正和平。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必须要第一遍来？因为必须要处理罪问题。主耶稣基督必须要过来，因为伫人的世界中间，无法度去建立真正的平安甲和平。所以平安是啥物？要对倒位来得到平安？大多数本的人，咱拢讲平安是我内在心境，一种的和平的气氛，一种和平的一个环境。但是咱的信仰平安，其实是一个人，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。圣经内面所讲，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，有一个囝赐予咱。伊要来统治咱，伊要称做和平君王。兄弟姊妹，这句话中间，如果咱会当家己建立咱家己的和平，
如果咱会当伫咱整个世界在中间来敲找出和平的路，主耶稣基督就无需要过来。如果咱家己有能力用咱家己的方式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、和谐的社会，我都用咱家己科学的发展来建立咱家己本身的平安，主耶稣基督就无需要过来。咱的物质非常好，咱的身躯健康，但是现在发明的药啊，用上介多是精神方面、生命方面这方面的药啊，比你心理上较侪。因为姊妹，这是因为咱内心无平安。平安毋若是一种心灵的感觉，平安也毋是咱希望伫世界中间建立咱一个无冲突的一个社会，这个和谐状况。平安其实就是一个人，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圣经有讲到，现在上帝国已经临到伫咱中间，那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已经来，伊带来真正上帝国。所以伊伫人，互人得到健康。健康就是平安。伊互五千人会当食饱，互因无枵饿，这是讲到无欠缺、富裕、平安。伊接纳罪人，互因会当重新建立伊家己的自尊，一个自我价值观念，会当弥合社会关系，这是种平安。伊赶出鬼，互人的心灵会当醒起来。这是平安，心灵真大的问题。伊选调无共款属性的人做学生，12学生、70个学生中间，伊拢有彼此无共款，会当成做对立的原因，但是会当同心来传扬上帝的福音。伊关心外邦人，所以拍破隔断的墙。伊牧养这流离失所的人，互会当倒来到上帝面前。伊呼召人、卑微的人，会当互因完成上帝互因的旨意，互因的使命。兄弟姊妹，这拢是平安的范围。主耶稣基督来，就是要将真正平安带到整个世界内面。这是真正平安的某一个状态。每一种平安的状态，拢是连接主耶稣基督，拢是因为伊。有人伫个真困难的环境中间，真危险。有一个真信赖可靠的人，一个朋友来到我身躯边。伊马上讲：好佳哉你来。那你来我就安心啊，有无？姊妹嘛是搁伫危险中间啊，嘛是搁伫咧欠缺中间啊，嘛是搁伫咧需要中间。但是当伊来临时，你来，我就安心。敢若代志拢还未解决，但是因为伊出现，来到伊身躯边，我就安心。因为你来，我就平安。无论拄着啥物种代志，因为你甲我三甲做伙，我都拢无惊，我一切拢放心。兄弟姊妹，这个时阵你会感觉讲，伊无带来啥物平安，伊还无解决伊就偌只失去平安的这个问题，但是伊来就是平安。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到做这种朋友。有这种朋友真好，咱若是当做别人的这种朋友嘛是真好。有这种信赖感觉，你的出现，你的陪伴就是平安。主耶稣基督，伊临在咱的生活中间，伊就是平安。所以平安的路，咱是归回咱主耶稣基督，这是平安的路，因为伊就是平安的源头。可能咱找啥物人会当解决问题，这问题拢会当消失，拢会当无搁存在，一切互你感觉失去平安的这因素，拢会当完全得到好的处理。但这个所在讲到主耶稣基督，就是真正平安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讲，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，拢来到我遮，我就互恁得到安息。来到我这个所在，因为伫遮是平安的境界。这个境界就是咱甲主耶稣基督三同做伙。主耶稣基督上天的时阵，伊安尼应允：爸，因为我的名要找圣神来，伊要将一切的事教示恁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基督要离开的时，伊讲：我要将平安留互恁。
我所说的平安，不是世界会当互人的平安，我所互你的平安是完全的平安。但最后说已经离开啊，最后说已经升天啊，伊要甲咱三甲同在，伊要怎样就这平安留互咱呢？信心。被因为我的名找紧信心来，信心要甲你三甲同在，要住伫你的内面。信心就是赐平安的神。但是住伫你内面的时阵，你内面有平安。弟兄姊妹，到底你予啥物来掌管你的生命？你予你本性的肉体来掌管你的生命，还是你予圣神伫你的内面掌管你的生命？就像圣经内面所讲的，予平安伫你的内面做主，因为上帝平安的神住伫你的内面。加拉太第5章迄个所在讲到两种对比，如果若是本性的欲望，结了果子就是怨恨、纷争、冤仇、分派、激动，这所有所描写的，拢是互咱失去平安、失去和平的一个结果。看咱整个社会时阵，会啥物种的因素，互咱会当对立、分派、激动？非常多。咱可能社会地位无共款，上层阶层、下层阶层，那是无共款的概算，门当户对。咱的宗教背景，咱的教育程度，就是无共款。两性的观念难达入，民族主义。伫咱台湾，还佫有统独立场，咱拢常常知影一个两大阵营。亲爱的姊妹，迄物甲政治方面，什么东西方，什么东西欧，什么资本共产。亲爱的姊妹，两大阵营、三大阵营，其实都是咱的生活中间拢咧发生啊。所以学术中间嘛，学术的派别啦。一项伊嘛，伊人伊派别咧，对台大甲北医的高医无啥共款咯。所以你对一个学校毕业的，你的医学的传统观念都无啥共款，你的经营方式无共款。然后伫即个同一个病院内面，你对毕业的，就会形成派系啊。所以咱整个世界大大小小，拢用足侪方式主取高强。划分你局内人啊、局外人啊，咱家己的人，伊较外口的人啊，所以这个中间就是真侪纷争、激动、纷争、混乱。弟姊妹，这个所在，互咱失去平安。但是这个主要所基督成就和平。圣经内面讲到，跳毁语言、文化、国籍、种族、宗教差别所起开的墙。所以今仔日咱当心一个所在，当心敬拜。因为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，这是非常大一个新约。因为你若真正进入到世界内面，你发现人甲人中间有遐尼大的一个差别，各种的墙起起来了，互咱做一个分别。但是今仔日咱伫这个所在，当心敬拜，伫这个所在见证。咱是属于主要所基督的团体，因为主要所基督透过十字架成就和睦。今日当心敬拜，就是彰显上帝赐予咱生命的一种的特性：和平、平安。有一个人，伊是非常好业，家财万贯。但是伊无法好好困眠，伊会当困的方式就是幻想。伊幻想讲，我家己会当伫一个真安全、真爽快的城堡内面。我会当安尼像我起好悬悬，我四周会当用这个的摄影机，我派几个保全，安尼甲我固守掉咧。我住伫即个城堡内面，上界深、上界中心吼，四围拢有真好保护的房间内面，真爽快的床安尼，互我好好困一下安尼，较安全的困。伊安尼安排，安尼想象，
哭到安尼，困一寡时间，常常有当时精神。咱拥有真多这财富，咱拥有会当互咱平安的一个因素，但是无到真正带互咱平安。有一个史比夫 （Spafford）， 伊是一个真成功、真少年的一个律师，伊也真有财富，平平共款，非常有财富。伊是咱长老教会信徒，伊参与福音的事工，伊甲布道家穆迪是真好朋友。后来，伊的独囝突然间过身，伊的4个查某囝伫必前往欧洲的船顶海难，4个查某囝拢失去性命。后来一场的火将伊过去投资的房地产拢烧毁，伊失去伊所有的财产。你看这个讲起来，听起来那亲像真正约伯共款，约伯。这真侪哀痛、失去平安的事，亲像大海大涌安尼涌过来。伊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赐予伊真大安慰，伊就写一首诗，非常有名。我心灵得安宁。有时有平安，亲像江河；有时忧伤，亲像大涌。试炼临到，但是无论什么种环境，我来到上帝面前，得到引带，有主平安的确信伫我心内，伊陪我同大，所以我伫伊内面，我的心得到安宁。我会知影，我伫世上我失去一切，伫主的内面，我会得到安宁。但是我并无拥有全世界所有平安的环境，因为我已经失去真侪物件。我盼望有一天，咱的主耶稣基督搁来，还是我去到主耶稣迄个所在，亲自见主的面，迄个时阵我要享受完全的平安。哎，姊妹，这是伫咱世界所做有的代志。整个苦难的世界内面，只有上帝是咱平安。平安的境界，就是咱倒转到上帝面前，有伊的同在。然后，整个世界、整个咱生活环境真正平安，就是有一天咱去到上帝迄个所在。主耶稣讲：“我要将平安赐予恁，伫我内面有平安。平安就是主耶稣基督伊家己。然后，咱必须要建立咱家己的信心。”亲像以赛亚26章安尼讲：“上帝啊，你将平安、完全的平安赏赐予意志坚强。这个意志坚强，不是你个性意志坚强，那是对上帝有一个完全的信心，信靠伊的人。我坚心决意，完全信靠我的上帝，所以这个人有平安。这就迄个 Spafford 同款，失去一切，但是坚定相信上帝，伊要定心得到平安。腓立比书第4章讲到，上帝赏赐的平安超过人所会当理解，伫耶稣基督内面保守咱的心思意念。平安只有伫耶稣基督内面，伊就是平安，伊就是平安的源头，伊就是咱的平安。三甲来祈祷。主啊，圣神的轨迹就是平安。感谢你，垂听圣神伫我内面带来新的生命。这个新的生命有平安，所以我常常倒转来到上帝你面前。主啊，我也要对圣神这个所在领受平安。愿你平安伫我内面引带我，愿你平安伫我内面来做主。愿伫整个苦难世界、纷争充满争执的世界中间，伫你内面有完全的平安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大家来用回应的诗歌来回应上帝。圣诗485首，主暂缓互相接纳，请起立并传授。
请坐，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，请奉献同工。是，请起立来迎奉献的诗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罗你，因为你捌互阮有一个机会，就是入捌你认你做阮的救主，通享受你一切创造平安甲一切的供应。但阮要将一寡金钱对你遐来的来诚做圣工的路用，愿你甲纳。安尼圣工是要互更较侪个人来入捌你，安尼祈祷感谢，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是来报告，请稳进长老。现在大家平安，主耶稣讲，愿恁平安。但咱的隔壁讲，愿你平安。这是一个真好的享受的时辰。每一遍主日的礼拜，无论你的心是偌尔艰苦，伫咧诗歌甲主的带领中，咱拢会得到平安。这个平安是你一生内底上好的幸福。好来，今仔日咱迄个真切姐妹，伊有带伊的后生，第二后生来，伊坐伫九楼，咱八楼可能看袂到。咱来介绍，咱欢迎伊真切姐妹后生，欢迎你来到这个中间。希望以后伫上帝的厅内面，你会当记得今仔日伫公教会领受上帝的听，伫每一日拢享受主耶稣的平安，甲你同在。咱昨有开小会，小会中间有特别针对着8月11日，咱大常明牧师伫遮就任的迄个受职感恩礼拜。
月11，搁一遍哦，毋望你伫线顶诶，共款倒转来吼。迄个8月11，咱原则上，咱感恩礼拜结束了后，咱会伫个1楼办迄个主餐，吼。用即个方式，伫介绍赖尚明牧师，互每一个团契、每一个兄弟，毋望你真诶会当来出席8月11日，但迄个下晡诶时间，拢留落来，毋望咱一个用餐诶时间内底，会当来认捌一个新诶少年诶牧师，会当互即个少年诶牧师较紧会当来甲咱教会每一个小组、每一个团契，会当有较紧诶熟悉。毋望咱大家会记即个日子，一定爱出席。我诶报告到遮，多谢。即是来报告本会的消息。第一项是圣礼典要伫咧7月7号2场礼拜中来举行。请有要安排受洗礼课程的，会当暂时报名。好，这头拄有报告过啊。这教会使用空间的调整，请大家当参考邮报，主要就是黄牧师的办公室刷去6楼604的教室，赖尚明牧师的办公室会伫咧6楼的603教室。原本牧师的办公室，即马是要做多功能使用的空间。生活小组的事工，伫今仔日6月16号下晡2点，伫咧6楼607教室有运动足幸福的小组。好所在小组的时间是伫6月22号拜六下晡3点，伫咧生活美学馆。搁有即个是美比谷新德区美比谷的儿童的营会，会伫咧今年的8月1号到3号伫圣经学院来举行。有要报名的会当找陶思源姐妹。报名的费用是3000块，本会有补助1000块。具体消息甲告解消息，请大家参考周报。好，这是咱来用祝福车欠的诗歌，圣诗519首。为这块土地，阮深深祈祷，请大家起立来吟诗线，请牧师祝祷。主你圣神所带来平安，伫阮内心引带阮，做阮的主。
主啊，因为你就是平安的源头，你就是平安。主啊，愿阮每一个人伫你同在的中间，明白你就是阮的平安，也伫你的同在中间，我会当得到真实的平安。原来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所享受的平安，甲咱三甲同在，对咱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谢谢，完成结束哦，结束了。